国在地协会最近有通报讲，有一个有未成年性侵害案底的43岁一个美国人，10月初是已经走来台湾，因为目前一直对唔知行踪不明，就惊伊会秘伫学校内底做英语老师，搁再犯案。移民署已经当在追查，总共有抓到人，会随家赶出境。最近网络社群是在流传屏东县政府等单位的公文，讲有一个捌涉及未成年被诉案的美国籍查甫人，顶个月已经来到台湾。移民署初步证实接到 AIT 的通报，已经通知各单位倒找到会驱逐出境，禁止各入境。网络流传外国性侵犯入境我国之资讯确为真实。该外籍人士入境后，本署才收到外国政府通知，该外籍人士曾于23年前有缓刑记录。现并未遭外国政府通缉。根据了解，这个查甫人今年43岁，特色是咖啡色的头毛、蓝色的目睭，而且身躯顶有真侪赤龙赤红。2001年捌伫美国俄勒冈州犯未成年的被诉案，红判有期徒刑90天，假罪2年。10月7日对美国提观光签证入境了后，人都唔知影去倒，对入境到 AIT 通报时间已经超过30天。部家长真烦恼，地方政府嘛较紧要求学校清查。经清查，该名外籍人士也无于本县学校服务，也责请学校于聘任人员时，务必在各不适任教师系统落实查询，以确保学生学习安全及校园安全。因为查甫人并无伫台湾教册的记录，无法度透过无适任教育人员查询系统查到这个人。另外，伊嘛有可能去补教业做事。教育部呼吁业者爱遵守补教法的规定，要求外籍教师爱提供行为无问题证明文件，防止查甫人伫台湾摕到工作居留的许可，嘛要注意学生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